主力藏唔住嘅二次拉升密碼 N 字走勢。如果你個股票走出 N 字走勢，咁恭喜你可以直接上車。經典嘅 N 字形走勢係一隻股票邊拉升邊洗盤嘅形態，前面嘅大長陽係點火，中間嘅回調係洗盤，然後再嚟一條大長陽拉升，形成一個英文字母 N 字嘅 K 線走勢。咁點樣驗證佢嘅有效性呢？再加一個量就得啦。放量、縮量、再放量。點火係為咗吸引跟風盤，所以放量；洗盤係為咗洗走跟風盤，所以縮量；拉升係為咗洗盤後嘅拉升，所以放量。所以話點解買股票要買 N 唔買 J？ 就好似呢一隻股票就係典型嘅 N 字走勢，大長陽點火拉升，調整洗盤，大長陽再拉升，再睇睇成交量。係放量、縮量，然後再放量，唔係所有嘅股票 N 字形嘅走勢一旦形成就會直接拉升，所以要記住後面就算調整都唔可以跌破大長陽嘅呢一個底部，亦即係話大長陽嘅底部就係我哋嘅止損位，所以呢一個位置我哋可以上車。後面雖然唔係直接拉升，但係依然冇跌破大長陽嘅呢一個底部，所以可以繼續揸好扶穩。後面再次走出 N 字形，成交量亦都符合放量、縮量、再放量，所以可以繼續揸好。然後拉升咗一日之後，後面又再一次走出 N 字形嘅走勢，所以繼續揸好扶穩。後面股價再次創新高，所以無論係突破追漲定係回調低級，佢嘅核心邏輯都係源自於 N 字形走勢嘅驗證。驗證 N 字形走勢之後，確定可以上車，必須要符合兩個核心關鍵點，就係調整唔可以破大長陽嘅底部，成交量需要呈現放量、縮量、再放量嘅形態。好啦，今期視頻就分享到呢度，祝各位行運睇到我視頻嘅老友記股市長紅。我哋下期見，醒你更多粵語股市乾貨。我係 Ben 哥，喺廣東深圳得閒飲茶，為粵語財經點讚。